平安。平安。我是青年团的张雅纯。我自细汉就伫咧永福教会大汉。我对主日学、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一路安尼升起来。我会记得有伫咧一个机会，我听到有短宣队，我足欢喜的。毋过因为卡着学校的实习，所以我无确定是毋是会当来参加。种种的原因阻碍着我。毋过我一直会祈祷恳求，总算是会当参加，而且无甲学校实习的时间去抢着。我真正欢喜到拢跳起来，当然，佫当作我去摕着乐透。毋过，迄种的欢喜是因无法度去感受的。伫咧阮训练的第2个礼拜，我的阿嬷因为梦主晕掉。我会记得伊伫咧住病院的时阵，伊捌甲我讲过，伊叫我爱传扬福音，替上帝来做工。我心内想，哇，安尼就是一个机会啊！所以我就开始每一个礼拜拢咧训练，逐遍阮开会拢开甲足用心的。拢牺牲家己的休困的时间，毋过我感觉安尼足有价值的，因为阮安尼一集才会当互阮互相搁较熟悉。阮做伙读信上帝的话语，做伙分享，做伙装备阮家己。伫安尼的过程当中，互阮每一个短宣队员有真美好的纪念。伫咧短宣队的头一遍传福音的时阵，由连牧师替阮分享一个经节。伫咧哥林多前书3章6至9节，其中有一个经文是安尼讲的：因为阮是上帝当着活的，你是上帝所造的园，上帝所起的厝。我就因为安尼即句话来顶开我头一遍的探访。一开始，阮拄着一个徛家有饲狗仔，我惊到要死，因为伊足歹的。毋过，阮祈祷，我就无咧惊，我就大步向前行。感谢主，只是有一个阿公出来甲阮回应，我迄个时阵心内所想，总算得救啊！无我惊到要死。阮顺利分享50字，甲为伊来祈祷。一路，阮阁拄着汉林营的小朋友，伊足大心的摕足侪水互阮啉的。伊阁带阮去一个无人去的徛家，互阮发现着有一个阿嬷，伊需要祈祷，所以阮着祈祷，阁唱诗歌互伊听。阮阁伫咧礼拜6做伙短宣队全部拢到阿嬷的厝去祈祷，唱诗歌来祝福因全家。因全家拢足感动的，阮看到因全家安尼会欢喜，阮嘛感觉足欢喜的。感谢主，会当安尼落入因的心，互福音传入咧因的心当中。伫咧即边的短宣队中，我负责下班故事的时间，我嘛因为即件事，我做足侪准备的。只要有时间，我拢会咧想故事的内容是要安怎讲较会较好，小朋友才会当听入去。虽然我已经做好足侪准备啊，毋过我要讲故事的前一暗，我足紧张的。毋过我足感谢我的短宣队员，伊伫咧前一天的暗时替我提名代祷，我感受到祈祷带来的力量。我嘛伫咧即边学习到完全的交托，完全的献上，满心的感谢。我的分享到这，多谢大家。